佢就好似粒合桃仔咁，因為佢好細，又唔知原來佢有一個好堅硬嘅壁。到最後科學家研究到出嚟，原來咧破壁嘅話咧，人體就吸收唔到，就等於咧隨住我哋嘅分泌物咧，就一樣係排出體外。第五代就係破壁嘅靈芝孢子粉。破壁嘅靈芝孢子粉用破壁嘅方法有好多，有酶法，有酸鹼嘅提取法，亦有超聲波嚟破壁，都有。但係咧，呢啲以上講嘅有一啲就係有化學嘅醇啦、嘅苯啦嘅殘留，另外有一啲就算你話用超聲波或者係用酶嘅方法，佢嘅提取嘅有效成分好低，因為被破壞咗。咁但係呢個中科嘅健康國際呢個南京嘅咧，香港健康國際呢個南京嘅中科嘅咧，佢就喺常溫物理嘅破壁就用撞擊嘅方法嚟破壁，因此取得國家嘅專利，中華民國嘅專利。所以咧，從呢個咁樣嚟講你就要了解佢嘅產品裏邊佢嘅生產嘅工藝，以及佢嘅含量，以及佢嘅質量同價格嚟對比啦。第六代就係靈芝孢子糖肽，喺頭先嘅基礎上，第五代嘅基礎上，將佢嘅多糖提取變成肽類，肽就係長鏈即係長鏈嘅分子式，所以咧佢嘅效果、佢嘅功效又比第五代嘅基礎上咧又進咗步。第七代就係靈芝孢子油，靈芝孢子油中科呢度喺香港賣有國產嘅，有出口裝咁樣呢兩種咧就係第七代嘅靈芝粉嘅基礎上嚟提取到孢子嘅油出嚟，每4000克就提取到1克嘅孢子油。咁但係價錢咧就冇理由話4000克嘅孢子油嘅價錢，所以大家就要明白最後一個咧就係最新嘅創新嘅靈芝孢子油。咁咧呢個咧就係經歷咗8代呢個中科嘅產品就係咁樣走過嚟所以咧你話去買，你淨係睇個價錢係唔得自己食咗落去啲係乜嘢？點解佢嘅技術含量、佢嘅質量係點樣樣？你要了解到咁下邊咧，我哋就講點樣嚟延緩衰老，有乜嘢秘訣？首先第一個就係要具有良好嘅心態。人老咗咧就好多疑心一陣間又驚住人放毒啦，一陣間又驚個心抱害佢啦，一陣間又驚個女婿又唔知謀間屋啦咁樣，即係好多嘢諗唔出奇㗎，真係好正常㗎，因為自己老咗啦嘛但係咧，我就覺得其實你自己嘅命運咧，我建議仲係掌握喺你自己嘅手上比較好。我曾經遇到個老人，佢話我好想食靈芝孢子粉黃主任。咁我話咁幫你咯買咯咁。佢話但係唔得我本存折就喺個大女度，我個身份證就喺個細女度。哇咁都得？佢仲要自己好生猛行得出嚟。咁我話你個仔咧你個仔係有乜？佢話我冇仔，2個女。咁即時咧，好似咧，我一諗到咩咧？諗到清朝嘅皇帝嗰個印啦噃臨死咧就阿皇后慈禧拎住一個又唔知邊個又拎住一個咁，2個印吸埋落去先有效。實際上就呢啲嘢啫。哇！我話咁都得，咁即係點咁你平時生活點冇㗎，我啲退休金嗰啲女話唔好俾我亂咁用1個月攞住個存折就俾唔多錢我啦咁。我覺得就係幾鬼慘㗎咋。哇！咁你想買啲嘢都唔得㗎喎，即係你自己想食點樣咁差啲㗎啦。咁我話你又唔係好老，點解咁唉，唔知我2個女話要咁喎。咁我真係覺得真係都幾悲啊！趙本山做小品喺國內佢話人最痛苦係咩咧？最難受咩咧？佢話咁你話係咩？咁小品咧做出嚟就係話死咗之後嗰啲錢未用晒。咁做小品係咁樣講嘅，但係我覺得咧，良好嘅心態咧係需要自己
去調節。咁有時你話啲仔女唔好，其實我覺得係你自己教得唔好，你都要檢討下自己。啊，所以咧有時話咧，即係世人啊，欲知衛生道，喜怒有常，噴怒少。所以咧有時唔好抱怨咁多。另外咧個心要誠意啲，同埋咧要消除一啲顧慮，去順理修身，去煩惱，多啲溝通，同屋企人一齊，多啲傾偈，多啲將自己個心釋放出嚟，敞開心扉嚟進行交流。我唔知你哋點啊，我自己就係咁噶。我有咩問題咧，我就召集家庭會議啦。咁我家庭會議有兩種噶嘛，唔係一個家庭會議全部坐晒嚟，即係講我自己個小家庭。有啲問題我就只係召集仔同女嚟開，但係有時咧就新抱女婿都參加。咁你又睇下咩問題啦？咁點解要咁做咧？就係大家取得統一思想，對一啲問題。舉個例子具體啲，譬如你話要翻鄉下起屋咁咧，你就要開會噶啦喎，大家都要同意噶啦喎，唔係有一個話有咩好做咩去鄉下起屋咩嘢咁。咁你通常咧，如果你話翻鄉下起屋咧，你諗下咧，個女啊就好積極支持你去，佢諗到因為唔使佢出錢咯。但係個仔咧都佢光宗耀祖係咪？但係個新抱咧就第一個跳出嚟就反對啦，得了嘅係嘛？好啦，但係如果你個老人係醒目，你個老人有把炮，得啦，呢間屋起，老爸老媽出錢，當堂收聲，係咪啊？好實際㗎，真係。所以呢個良好嘅心態，其實都係要有啲經濟嘅基礎。